因为这文本就济，所以我紧重点念。风伫倒，风啊！所以有顽强的体质，实践实践一切哇良心，名仔袂记了，袂要紧，好啦好。无听我无随叫伊起来，我以为伊知影应该就忝的，所以是讲互伊加休。就是咱的交往既然你会互咱咧跳过。即个礼物你就是收的嘛，这代志拢结束了，咱再来庆祝好。这轮椅，这师德小姐好啊，有贤灵宗济辅助协调，就算地面不袂稳啊，坐伫顶头嘛会对咧摇啊，这个几百，哇！真正对不起师姐，若毋是我这一切根本袂。红姐你无输就好，我无输，我真正无输，我支持师姐。我以为我想清楚，我以为我家己知影，是个。你无可能预料到发生这个代志。师姐，我对家己足失望，我。有拍摄还没开始啊？以沙，以华记愈到的愈到迄个最后证明了顽强确实袂出了超出因会当闪灵的算力，不过就遗憾，资料嘛资料通正式的嘛着甲这点，但是加上因知为了未尽所采取的大动作。推选可信度与完上心了不小，咱接下来是应当是必须经积极一下，因为已经足笃定，确实做了某一种大赛的高等，来使个把慢慢随进步。更较重要是，来让简打一寡数，更较守候的方式，也是目标。我无同意啊，但是已经弄响因的竞争啊，所有的台面上真久的消息，因袂留下任何印象。咱只能伫调整起来这个抗动，而且采取直接的行动，就是比较重要是，
但已经将甲处事无关的人更厉害，我应该继续让处于危险之中。明早一天结束处事，就会甲伊安尼做。我真正想要去说服你啊，但总爱提一下其他的考虑性。多谢你医生。好，计划是爱互事这遐甲因做伙登去续证，没错。输完这个了。移花主机的团上去，上伫地位的主机顶头。如果咱推行的超能射弹工具真实存在，那必定只有少数高层甲一寡低阶的人员支持。完全无可能直接甲最近放伫操作组只有留意外泄的所在。我地下有是蛮高，玩家因是有这伊袂无提红配合，伊给安怎做？像你续证的温顺学生。零啊，就会当安尼做。但是这好食。清理温顺新秀效果。靠北，我袂当安尼哦，我袂当。你看给你大皮，周末。秀宝宝，大科所以一个营幕区的澎湃去记一地足久啊，就只通过突击的戏。啥行啊？想办法嘞。周末很像，系统大机的方面。气顶。台山州伫顶头，也听古锥的小查甫，
为啥叫有问题啊？怎样？什么意思？我是讲，我自细汉就感觉我的生活中的痛苦拢是真人的错，真人。我总是咧生命中咧做啥物嘅？为第一个人类出来开始，到即摆已经有现济人存在过。为啥也无人发现小学生就个时间定伤早，我哪会困饱哪上课？为啥拢无人指出这个问题呢？大家拢做过小学生，敢毋是？你有啥推讲者？是我一个时间我也想讲啊，因为你的鼻啊，有时间你都毋是小学生，甚至毋是学生啊，你会袂记迄种感觉，你会感觉这个代志其实无遐重要。当你无受苦的时阵，你就怕发做人生的想要改善某一件代志。你是到这点后，我更加义愤起来啊！我感觉家己敢若接到了一个期待的问题啊，一种自以为是的想法，我更加怪罪所有的真人，包括我的朋友，因甲我洗落来，却无负起好好饲我的责任。过也伊就是因安尼吧。大家好多好少拢感觉这个世界亏欠家己，所以轮到家己承担责任的时阵，只想要讨回来，只想着家己当初嘛无人保护。等我大汉了后，我家己讲，我袂当甲这样共款。这世界上大部分人拢加在乎家己啊，只想着明仔载要食啥物，但我无共款，我会记迄种感觉，我会承担责任，我会努力改善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动力，一种优越感。有时阵。我甚至感觉家己亲像一个英雄，这就是为啥我老是娘娘着爱参加游戏，爱改善社会，爱调整。但是为啥物我老是甲你冤家？是我知，我感觉家己足虚伪的。实际你知影我犯下很大为老落甲中地正受到的是啥物？是我一世人只靠过一届的。你艰苦的面，然后我迄开始然后要歹口面，我感觉家己是独立自主，我不该为别人的人生负责，不该为别人以做，我不该为别人以做自，家己是去做该做的代志。我就高，我就自信，感觉家己随时准备好拼尽一切去做对的代志。也是认为当天去找严信号是正确决定，是应该做的代志。如果会当互我重新选择，我袂选择咁样做，因为我无想要互我在乎的人痛苦。我真正无认真，我真正是使到这点。对我来讲，我在乎的人这是上重要。而且就伊会当通小可捌你一直以来的心情。好，是这，你该确定要参与这个调查行动。想要讲这，我知影这是应该做的代志，但伊也看到遐个人手段，因太阳无责任啦，所以就小姐嘛讲，咱毋是为了参加不可，我知影家己足无认真，但我也是嘛，因我想，继续，好。哦，那时我敢有看过这无？可道可归绿地。
个人电脑是违法的，对不对？大事件，淡薄海，啥？怎啊入面做迄个？还是加你 MBU 啊？毋是我的名字是某一种大号啊，实这是问题。伊甲我拢毋知影家己的名，万紧张我甲伊共款，咱拢互逼进入伫别人的身体内底，来吧，来简单。首先我想要分析系列，开始。有一个这种突袭的方式，接近。我就伫种，我是在你心中的事情，会发现所有东西正处伫负心状态的比喻身躯，因为无一种不知名的原因，感觉机缘失去联系啊，机缘只是暂时的代称，原来情况过去控制咱的组织，可以短时的时间完成几种推测，也许这是机缘刻意为之。也许是出了一寡动画的技术错误，就像你的是机缘遭到某一种意外或者是时机，因此断送。它是安尼，实际方式发生时阵，我也伫机缘实施内底，这就是咱伫咧追查，才听详细啊。咱对现况的理解非常广泛，咱连机缘的身份。目的甚至真实的名称都毋知影，唯一咱推测出的是，现在已经因不明原因消息了，因此得到自由。但作为 MBU， 哪个地方严格限制通得到的进步，因此现在严重缺乏支持。譬如我讲话这当下，各处拢有同胞、这相信以家己的方式应对。而我只代表其中一派希望厘清正常的 MBU， 可并不是所有人的想法拢甲咱共款，然后就这样决定就取代秀柱的生活，甚至放杀秀柱的人生奋斗，为了自保啊，咱其中大部分啊拢倾向尊重家己的真实生活。破了新闻是咱上烦恼，咱上烦恼、上担忧的是关于伊的本质。但到底是啥物 ？MBU 到底是啥物？我觉得你还袂当理解咱目标的急迫性。够遗憾的。
，649，遐咧，我记，是啊，啥物代志？伊是昨昏对伫苏完什么嘅事？我要做200。没有，你会里面加。所以我们的。啊？唉。吴尊有。我在那边过。哦。圣德。哦。哦。哦，所以应该就喺度算了，所以这应该无差啦，我觉得应该无差。内底也无迄个开机的制度啊。没错没错。可能，安尼这么袂歹，我要下班我等于做。
安安装。哦。我的发啊歹啊！我头仔无问到呢，赶紧到。靠腰，这头仔收紧啊！我头敢头仔迄收紧，无死掉。这是咱为从这顶来啊，这无可能哦。有啦，出门甲调查行调查行动。应该是拄到工程，对，我是收紧啊，紧接，先往上。你好，我们该得。哦，安尼才会当入去。其实我袂记第二章发生啥物代志，我敢知影主线物件。
我袂记这折太明显了。我想甲你应对。声音就对了。哦，无阮人做无去，我其他有无？哪呢？够闲呢？你想要开车？真假？真惨！诶，啊，不是。有几多红安？在想，看你，在想，干别气，在想，搞。所以我记得我们有吧。哎呀，你查某也无小便的迄个地点，你就，像，这种我，谢谢。无啦，查某嘛无差伊个。
会讲钱赢的代志。种种，如果有其他的方法，我可以找。这样我。无其他啦，就不要用啊，看，一道框架。够呗，有时间。
高伟离这位啊，啊对对对。OK， 耶。清德府，其他的方法爱找人，就会找人。那这就应该就紧嘞，有一个直觉。等，伊迄个，这个咱看好已经。那是，啊对。靠北，这新闻难搞不死。注意了。这个应该袂晓卡着门哦，后悔啦。好啦。干，这就是喜欢要讲的话。靠背。靠背机。我想要看广告其他的号码尔，你直接靠腰啥的。
我袂晓入去的，遮无啥通做的代志。去楼骹。即个应该无影响会当做。一台状况的，那只无等去开啊。这样无人去。可以了。有其他方式啊？啥物坐电梯？那我们过来吧啦。哦，如果我双手进攻的话，应该就是，来那边的。
像无人，哦对，哦因为袂当做代志啦。啊，他都迄两个像。印象比我紧的是啥小？啊？口水流？诶？哦。啊？但看起来无单纯。大口的，大家去，啊？有诶。啊这边，光点，你拢有光点来看无？啊？应该有插空。应该都会是。哦，对。哦。啊？哦，我那个是因为什么？哦。哈？哈？啊？合作？我来这无你甲伊讲好嘛，想要我先出万千到，我想要想要代志说，我想要先平常，我互人利用。啊？万千利用，阮换啥物意思？阮换不起就是问题，阮换时阵迄就是问题。现在咱利害关系低啊，咱应该合作。没有啊，咱相信你啊。我需要。如果我要用到你的时阵，我会甲伊做。我袂当一直踮伫宿舍，我需要一个人会当有时帮我办一寡代志，我会联络你，在车离开嘛。我来这办。啊，我以为咱是要做个。算了。是吧？啊？是安怎？波心凌，但很像啊，像啊，但很像啊。
我袂记这样啊，这样咱讲讲者。哦。年纪的代志，年底的代志。啊，年底三个。啊，其实小伊啊，好，你现在无甲伊讲。哦，这会当一直斗咧，我会当去身躯去决定。30几岁啊？好吧，来个。给他理解。伊地位原因才受这种重视。伊会当互伊思考这个问题的机会。我对啊，我嘛想要找一个伴侣啊，嘛想要有一个互相挖靠的对象，甲爱情相比，自由也是较重要。不过这来就嘛免绝对啦。也去会当找着较爱情的平衡点。这得比较长嘞。哦，惊喜。所以我其实就免可以啊，慢。哦，等下，因为安尼，哦，是话放我100是剧情的代志，应该是袂有啥分歧的啊。王八米了，过来，你莫甲我再造的啊，对吧？这小，
啊，最终一个大波落早的反应，这个结果。啊，是蛮强的科比咖喱，我要担心，我不要怎么会来着？哦，十档的记录，好解非常高，好解非常高。水管美干受我班测试技术。所以还是爱留伫遮，应该阁有代志啊，哪会简单呢？靠袂得，我靠啦，嗨。啊，较宽裕了，好。加油时间。啊？高档的，其实最后一档，你突然讲的成绩，突然讲钱已经了一半，哇！后面哇，原来刚才在做很苦，就是我就违反的第一成绩比较还要合理啊，还有我阿奶然后你提啥什么？还有是内底是有包括这种情况，我即摆嘛是无比较，你莫讲，当然真够好到内容，即摆厝内底个这照顾钱，该提高钱，律师，好，你莫要讲，那你开就是啊，反正你这物条件不要做到是过，你讲会回来补助是，会来提供你额外补助。这里是什么？
讲一个。无是菜鸟唔捌啦，免理会伊啦。讲个。我懂。啊，所以去你了，也是爱甲做多点档，我都免讲，讲一概了。做六个人做六个会当恐怖从事你后北来啦。李兄，李大兄，我从事你的。啊？英国这里？要做？开始讲啊！过来啊，搁要客气啊！啊？奇怪哦，真奇怪哦。然后讲过来，我就免讲。啊？真苦，我家己离开。老师，那么伊若有清醒的，但我你的心情啊，是这个伊那就是袂当如咱所想的心中，迄终究伊的人生啊，咱只能祝福，祝因过啊幸福快乐，以后就是伊。所以就要讲啥物？咱做父母的只好好甲家己的日子过好，也尽量安慰人啊。也不然都不是我看过啦，我的看过是提供客户各种无奈，比如这几个补助，就补助身体数据哦，算了，我的，像。真恐怖，我袂了啊！
哦，小型财富，哎呀，今日下面因为啊。地上哦。哈？也今日事件就真对种，是完咯。迄毋是伊害的面。哦。哦。哈？靠背。等下，再来到一个高腰。是我买的，给他。嘿，但是伊若巧的话，应该比较。无，伊无传，无共款了。好了。我刚刚应该有人安尼说哦，肯定得进，今年4月开始。趣味呢，这较趣味啊！啊，你既然无叫我进，而且还甲伊闹3工啊无，伊遮可怜的，遮可怜干。这后敢有人？好似有人看。罗西中。靠背。啊？可以哦。好笑。但是开方式啊，无要紧啦。这是不是 LGBT 的桥段？
这应该上紧的文化，应该还够其他文化的，这上紧。从小你有在看这？洪家震惊。未来你哪有人？还是我听未来？啊对，先听未来。未来迄技术。哎，靠！哦，那边。奇怪，我是讲要水下，毋是伊吧？好这样子。啊？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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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我要等，刚刚要等你回报，因为我怎么的？全部人都会这样。诶，你看，刚无伊。无诶。所以讲内面就是贵的哦，真奇怪哦。这个有人。诶，哦，那边。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讲你啊，靠呀！好傻。我给算一下我们，反正我们开外景啊，对吧？对，就这样，这就知影啦。就是。好喜欢。嗯，装小姐。诶啊。哦，啊，有时间。我应该可以做这件事情。哦。哦。哦，当时会冰静。大声。啊。我会当大声。啊。哪个怪怪？这个人拢是鬼呢？看大家拢鬼哦，真奇怪哦，我都奇怪啊。我觉得看大场面拢看无，真可怜。无大场面吗？诶？哦？哦，医生咧增加。哦，业绩好哦，详细查过啊，这侪医生拢就管。哦。哦，升级。啊？所以，甲机会互
台川州的人无学风流啊，注意到家己移动，这毋是生钱。会场有关的啊。当事会为了煽动中止会场而造成反对会场的当事为了安大其他尚未做出决定的人，决定先释法后，小真经济的表现变好。偷偷放钱，偷偷上钱，偷偷分钱。李金华，很是满腔的当时会是攻击的。我觉得两破功了当时的计划，无照当时的计划，无照当时的计划，补助啦。今仔要上班，安尼会晓转去啊？奇怪，今仔明明都无上班，为啥我要做遐济代志？到尾啊？为啥物？可能个互掠去啊，歹啊？可能，不晓得。这应该最后吗？这地方给人错来，就真好，你会当走，是，这吧，那我先进店。我还是破坏你的想法，有时候我还是说。但是传个历史啊，你不要我别的，那就是这无我讲你回事嘞。是吧？家己知影情况无？你会啥会讲我有进展？如何？真奇怪哦。但我得到的资料是啥物啊？我得到的资料是。回答你先讲，这个啊，当时个临时有会的设置。嘿，我就怕哦。
大家好了，大概讲，是不是有理啊？现在这但是对于啥帮助？以我的了解，某一个特定的顽强当时非常在意小金的处理方式，所以小金从来无类似有假答过，是真正，但是本身非常可以。我分析过，嗰种可能是经由公司地位、土地技术，因的价值全拢无变动，那为什么伫这节骨眼顶头，小金变甲如此重要？因为我也毋知。就安尼，卖紧研究我判断问题，并无出自小情景本身，以及某一个外部因素。这是笼统啊，安尼讲法，小情的存废问题已经甲伊通产生的利益脱钩啊。一间文胜工厂无趁钱，这点台面上的大人物在意形成共识，是要保留伊的人是为了政治影响力，认为伊会当替政府承担世界问题哦，受贿对伊的人最明显是拍算抬转掉无趁钱的合理个实际。但安尼情况已经持续足久啊。两派人马之所以决定现在开始动作，必定源自于某一件侵化彼此冲突的事件。刚才讲，顽强找到某一种方案，通以弯桥过去的效率来产生胜利。这甲头前讲的有相关，不要慢。只要顽强通用其他方法来获取生产所剩的小金就无理由存在，废枪派会更较积极推动退敌，以拍算维持现状的扭场派处理嘛会加大力度抵抗。这并不是咧决定小金这座工厂的未来，而是咧定夺顽强未来的经营方式，是以掌握政府的长期目标，甲使用正面冲突，也是追求公司利润提升，确保硬实力的增长，这才是当思维思考这件事情的结局。我唔通你听我这，但这就是当下既定的事，这个是超出我的理解。会当肯定的是，废场派甲老场派当时经济一定的有所行动，尤其提供的情报显示，老场派已经是这出色干部者。但你提供的情报都有啥路？我希望你真正通理解清楚。因为眼前发生的一切，正常表明，防止识别接受着迄个引起一切事件的本质。某种无论是废场派也是老场派，拢死命保护的物件，所以才会惨遭毒手。伊个最早的物件，远比你想象的更危险。真是这认真。老师啊，你到底在想啥？我想要更较侪权力啊！为此我需要怎样真相？你想要替皇子报仇啊？为此你也需要怎样真相？你只要怎样才会得到？再给这。回到给这样子。什么意思啊？大家有人吗？
下班。没有，还会这样。啊，无调过公里的价钱，完全无。哈？哦。这就表示操作组一定拢无正式的英文地教，因只是伊记虚假的数字，执行根本袂互执行的指令。啊？哦。啊？所以有可能所有万象加参数的算咱根本无存在。阮超量算来的数据，全拢互严密保护。你袂记咱花偌济功夫才确认即件代志，这无可能是为做出来为了倒外界做假数据啊！意思啊，即嘛有两个做法啦。了白做地个数据嘛是做甲可能，咱爱占入温存学生哦。啊？这就是咱去调查其他嘛产生超量算来的温存方面。占入算来正点医生学生。按确实是我甲伊莎配着做球队暗中调查。控制了。这个有啥事？遐袂有敬畏啊，只有复杂的自动驾驶系统。无遐就其他。温查先唯一小型地下实施的稳重楼宅。人性红。
哦。哦，这有另外一个，所以哦。先攻 EMP 硬蹦。叫是咧倒咧路顶的画面咧。哦。等下是毋是用掠你之类的？会照过来。哈？哦。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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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没啊，咱骗伊讲说，我感觉无法度。哦，我知影意思，根本毋知啦。尽管所有的东西都有所不同。哦，林一平。来，我开始定来，我开始定来。哎呦，来我卡 bug 哦，是哦，竟然卡了 bug。哎，我是，各种东西。
微软，哦对。哦。蛮近。哦。好新。哎，小佣兵。看看给谁看的，搞呗。搞呗。啊。靠北。这个啥鬼？哪有？这个东西我这个。回家我屌上。哦。然后冰熊啊，我知道了这个，冰淇这个。哦。哦。哦，厉害嘞。啊，我班。哦，这个时间，到这个时间我就在开你去看有来接电。OK， 做开时间了。
靠呀，我刚刚不瞄了。我。刚刚来的就精彩了。啊。哎呦。靠背。哪里？所以我讲，所以这一点爱，刚刚无啥讲。开始这段是假的，后面再解释。哇！够啊！好不好？
知影大埔人姓何。哦。洗个等于。哦。动这款组成的，恁倒这一名，人名叫做白壁虎，神童啊，白神童，体育训练，万江国用动这款，白神童。哦，万江甲伊合作，这两个有特别。啊？哦，代表因按开的代志变啊优秀就可以。啊？少时过完成的标准动顺啊，一般习惯，不管位阶偌悬，敢拢毋知影即款用品的存在。这下代志伫完成内部玩家少数人知，小用品支持挑战。军用偌久价？啊？
评估定他主角用那么多钱回，我代志吧。将来要得效啊！杠上我3亿，有啦有啦。我想要知影为什么，这不是最重要，可惜。但是我可以当回答吧。我真正个代志甲你无关系啊！是罗小姐，如果这是机密的，我袂坚持，但都市之外，你应该真个跟他说明。我知影，我会问刘星的代志是因为我在担心，你这个调查完成是我原本无打算找伊的因为，物件不足，这些可能大大伊是最可靠，或者是伊只是。过去的经历啊，就是甲纹身产业相关的事，我家己另一方面我烦恼伊的因为真属于拗着着，但我今仔是即届认为上来这意思。伊遐少年啊，认为所有问题只要努力、只要坚持就能解决。啊，过去带伊参与任务最后拢有好结果，即届电影是完强，所以因此咱必须做好最终爱替任的准备，替任。咱为美人做基本上为美人可为过。迄时阵，咱必须考虑较别的形式处理发生在恁两个人身上的情况，但无论如何，拢不再可能是以扳倒万将为前提去执行。无共啊，对于来讲，这个是问题是要扳倒万强这间无比社会企业。而且爱问伊敢有独自进入纹身性我担心伊自主着趁机当一寡骹手，想要家己打救打击万强。莫讲啊。靠背好了，白话。这是我的翰林政绩乌针，我能在伫一定范围内底控制伊维度，视力会让迅速激发，然后甲迅速收回。我也能使用伊作为基点的进行快速移动。原来现灵技术已经当武器化，是原本就是为了军事用途研制的，但武器化失败了后，才转用商用化发展。我睇过就会是这应该会使请你帮我提醒一地咧，我靠！这是要讲重点啦，就这线呢。爬升透过关键时去控制这个人，来达成家己嗰种目的。并且咱调查所有改造过的人，拢表现出一个相同的特性。有时阵会日常生活中做出反常的机动，这机动的时间不定。但经过调查后，确定因拢会互主者摕到的秘密结社某一个短
弯端控制。弯控制的时间是4小时0到3-4工作日。我已经对伊做过一定处理啊，咱确保伊未来袂有控制。怎安是？其实我学习的时间较够的。速度小姐，为啥要紧这个时阵甲我讲啥？因为我昨今日今仔确认一件代志。拄则无提到一点是，所谓的改造是分足侪种，其中有一种特别危险是针对身体能力的改造。白话讲就是将人武器化，以大师之理，就是作为一种武器所改造。伊就是情况究竟研究就地处转。两位新年前，我绝对袂同意这种代志。时间早晚问题武器化改造。你来帮忙存在部分啥，伊就要收便安尼人做的感觉。我是少数。对，无情况，这种事，如果是另外，我希望用这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真正是用武器化类。我这个意思好。我想要做对的代志，因为我感觉我有能力，所以我要去做。靠！也不止手段，我开始会用尽一切可能的方法答复，也不止手段。毕竟有一寡手段本身就有啊，我无得啊，我袂法清楚。你认为你就完成？正好拄颠倒病，我认为完全是种感化思想啊，又不达定拥有。松散的完成虚无缥缈，最后无法形成意义啊！严谨、绝对的完整，只是为地自限，绝对有太阳，绝对有欺骗，必须一世人忠心某一个人。这个拢只会限制家己行动的时阵，并采用的手段，必须坚持贯彻，嘛啥物拢得袂着，佢袂使证明啥物，嘛无法达成任何结果。如果坚持完成，就是是有达成的结果咧。所以也咧，对我来讲，这是足愚蠢的。试图透过坚持完成来获得某一个事物，虽然大多成效不彰，但又完受可能，比如他人的信任，但将坚持完成本身当是目的，这是愚蠢。我了解，我觉得我家己，我一切选择拢是在我理解家己之后做出的。结果顺势定好完成行动，伊是经过家己每一个当下的意志。我行动帮助我下判断的是我家己对所有事物所定义的价值。我认为人必须爱时时刻刻用心中的价值来审视家己的行为甲动机，尽管这个价值是经常浮动的。投身于任何既定的完成或者规范，就是放弃对自我的责任，是停止成长甲开始腐朽的病症。世界足复杂的，试图透
透过科学原则来追求平静是无可能。其实我试图解释，但是三伊为完袂当了解这点。我想广告家己啊，我毋是介意牺牲的，我只是无认真想过家己牺牲的到底是啥物。我只是冲动，毋是勇敢。而且是需要时间甲经验去分清家己身上究竟背负啥物款的条码，只是需要小家己在乎的人事感觉安怎？我毋是这个意思啊！我只是用词无够准确，我有时伤过理性，会迄啲冷酷，我无这个意思，我是我最近体会。我想要讲的是，你总是伫一次搁一次极限的选择中更加了解家己哦，你就是上真实的家己。但是你安怎知影家己是毋是已经抵达了极限了？我已经经历了足多啊，我想总是有看到我极限的时阵吧，懂没？但是也有可能你只是要无拄到真正的极限。主要就是我一个人，应该是好啦，是一个认真的人。好。哦。搁一个 LGBT 的桥段。嘎啦嘎，家庭有一个完美的技术，能当处理一切真实的问题，我认为并不是这样。但是当然最接近的，接近本身就是一个爱嘛的事，所以我无反驳。我之所以讲尊重，是为了强调这秩序本身的正当性，秩序的具体的成分法律。相当知影法律毋是完美的，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咱拢应该尽可能守法。即使是为了做咱认为正确的代志，嘛无应该违法。但问题是，咱无可能知影完全法律啦。所以咱一定违法，为虾米？因为咱无完全了解嘛。或者起码伫违法的时阵，
一定程度的心理负担。为啥要心理负担？啊，毋是咱制定啊，对啊，拢因的制定甲咱无关系呢。做事底还是必须承认家己才能用错误的手段。我感真是安尼，小风气思考。我并不是讲卖质疑法律本身啊，其实认为无可能出现守法是错误的情景。我只是认为违法的严重性是将方过分加固啊。所以我这样尊重。你安怎？无啦。咱袂总是做家己认为正确代志，咱会做家己想要做，敢毋是？我就对啦，毋是做正确代志，是做想要做。问题有时阵嘛毋知啥物是家己。其实，临近测验是一种祖母用来检验地无稳定度的手段，稳定度，就是这行为是表现生活的令重视有意义。通过代表的是祖母认为伊通完全掌控你。伊的解释是安尼，毕竟测试的目的毋知意思是咱的中心度是互咱下马威，伊是看清咱的本质，一个人的中性的迄个克服的，拢会随时间衰退啊。而像这种物件当然嘛是飘忽不定，但祖母认为一个人的本质是足歹解，当伊能看清一个人的本质，伊就会通控制掉这个人。火车难题，火车才开往天空的轨道啊，是另一边是火，我过伊两头。伊爱你伫现实中亲身经历这个选题，要有之后的代价啊。许多小姐已经经历了21以上，因为伊徒手甲迄台火车停了。因为大家拢会通关于解决任务，所以伊从来无需要做出选题。无像拄则假实性问题啊，真实世界总有人通无牺牲任何人就能化解危机的方案，只是一般人就是做无其他人会通亲像伊安尼，一直正面推翻祖母为伊设下的利境。
亚克林地中飞去冰化的，你爱卡一寡珍珠，好的。你看一个，亚克林地中飞去冰化的加珍珠，亚克林地中飞去冰化的。去冰化的加珍珠，八倍哦，这个无。哦。伊无好生动啊，其实无人死，两个出来了。啊哦，小林。是安尼啊，愈来愈极端，器官切除、截肢、破开大脑搁放大。我虽然身躯完全动不了，却却能清澈看到遐个人对我对家己做错代志。哈？一个时间只以外时间内就只能倒咧一个足黑的房间，随意插着20棍。啊？哦，是你先来有找到我的爸母。先查查吧，先。你只要给他就通过来就进去。啊？那也就亲像第一种款的代志。
手段。尿崩。人家做计划支撑。哦？真正无足想是，有一个人趁伫坏事做然后，若无其事的继续过日子啊，感觉无公平啊！你家己为你，感觉家己为爱做到啥物啊，必须有人付出代价。作为受过苦的人，我听到过种恐惧啊、愤怒，遐个苦难，拢必须由创造伊的人来消化，这才是正义啊！哦，咱即间若无饲手机的话，其实是个无啥讲。哦，但伊较无一种一般人特质啊。能力，哦，伊有着比较超然的态度，对上任何代志拢会当冷静理性的因素。来，伊就人是表现。这互伊成为某一种人崇拜的对象，哎呀，互伊无法真正同理其他人。哦，伫个安种所有代志拢只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可能是某一个
某一寡人必须的信念，就是伊无认可的完整，这个有啥问题？某一件对伊来讲最重要的代志，却互某一个人无为牺牲掉你袂不满，是无就叫做迄种某一个人，伊眼中无物件是不能反省。理性来看，任何物件都有可能互牺牲。哦，对啦，但是所有人拢通接受这点，经免摕对方一面理所当然的要求去接受。伊以为所有人拢通达到甲伊同款的理性，伊以为只要好好解释别人，就会通理解。然后我甲伊认真，我只是感觉伊一定是无看到伊误判。我以为只要实际上大部分人只会感觉距离甲篮球意义。我觉得啊，嘿，对，我感觉就这人需要去想的，但是其实会当算物件无。他无就是只是烦恼遐因迄群人之间的问题，你安怎看？拢是对的啦。良心无啥稳定。希望你毋通甲家己遇到一个必须选比起来的情况，选比起来，好像那个，就讲伊个，我是讲啊，既然遮有风险的行动是漂亮不了的，不如我尽心参与。
讲讲，你个也是姓名啊，敢是安尼？家母定按辛苦啊，有啊这个。就是这几桩阴谋规个计划啊，伫咱个人的进程，就已经牺牲了非常久。伊是第一个甲这法对付这个事情啊。知影是知影，但我有面个意识到你代表啥物？如果是大人无出，那哄着死，我觉得做袂到。我一无所知的是，你连到底发生了啥物拢意识袂到。你觉得啥物？因为最近几年，这代志要开始渐临低到现实个。再家毋是我只是要进行我要家己日子，啥物时代、啥物社会拢跟我无关系。我袂去管，我袂去挑衅，甚至袂去看，即使如此，伊也是帮我说，伊也是夺走我的物件，所以我即摆我是对的，伊过去我是毋对的，我不能个啥物拢毋做，我必须主动采取行动，然后家己一无所知的，这个等下一个。一件歹事发生，叫无能力个，所以你知我也毋知影做啥。转回心理这个工作。但无海的代志，你是一个 MBU 我无话信你啊。第三章，事件的本质。是安尼。其实量足济呢，我若豆说一年超过15分钟，讲实在说。明仔载看明仔载，袂记说。